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蛇 A 曼。蘋果掌門人 Tim Cook 同三星話事人李在鎔世紀同框，出席嘅仲包括芯片界美國高通總裁、韓國 SK 海力士 CEO、醫藥巨頭美國輝瑞董事長、百年汽車企業平治同寶馬 CEO。作為中方代表嘅香港企業家同樣值得關注。除咗匯豐、港交所、港鐵等等企業話事人之外，身處港口大雕風波嘅李家二公子小小超李澤楷同樣被邀請出席。超過80位全球最有影響力嘅企業家受邀出席參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，咁多跨國企業嘅話事人齊聚北京，究竟有咩吸引佢哋呢？我哋連線蛋撻專員了解下。我係蛋撻專員 King Sir。呢頭特朗普針對全球加關稅，中國就開 party 請班企業家分蛋糕，侵應該發晒脾氣告 Tim Cook 同班美國大亨通中，把口就話撐侵，但係銀紙最誠實。中美貿易戰最傷嘅唔係中國，而係美國企業。美國商界唔係背叛，係唔想陪侵一齊送死。侵一加關稅，每部 iPhone 成本即刻加多2000。美國人電話買貴咗，Tim Cook 日子唔好過，唯一得益就係侵把口贏咗。啲外國企業嚟遲一步，分分鐘自己個蛋糕就俾中國本地企業食埋。新 iPhone 冇得用 AI， 銷量直接趴街。平治寶馬仲慘，中國主打電動車，8年豪車，成行都俾人炒晒，俾時代拋棄。呢幾年歐美嘅關稅同出口限制，反而令到中國企業自我升級嘅空間。跨國企業大佬咁齊人出席，除咗因為巨大嘅中國市場，更加係企業家 feel 到有危機感，想喺中國新嘅發展階段揾翻自己個蛋糕叉。雖然今次高層論壇出席嘅跨國企業眾多，但係缺少咗兩個最有代表性嘅美國企業家馬斯克同黃仁勳嘅缺席，背後係咪隱含中美博弈嘅因素呢？馬斯克一向被美國媒體視為同中國關係最密切嘅企業家。但係自從佢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後，對外就表現出同北京保持距離，哪怕特斯拉內地銷量暴跌，都冇選擇救市。而黃仁勳就企喺中美貿易戰最直接嘅戰場，晶片制裁令之下 ，NVIDIA 成為美國限制中國科技發展嘅武器。馬斯克同黃仁勳冇好似其他跨國企業高層咁重量住中國市場。唔係佢哋冇商業眼光，而係馬斯克同黃仁勳選擇放棄商業利益，成為美國政治嘅一部分。所以邊有咁多純商業決定，大雕都係為政治服務啊！除咗外國企業家到訪規模創紀錄備受關注之外，身陷賣港風波嘅李家二公子李澤楷同樣出席高層論壇，並且同總理李強大合照。會唔會係北京對外界表達出咩訊息呢？留意翻呢一種國家層面嘅會議，出席嘉賓全部都係要邀請，都係提早安排。小小超閃現北京，唔係阿爺臨時決定，係事前就已經安排好。即係發生李嘉誠賣港之後，阿爺依然俾小小超代表中方企業喺全世界面前亮相。一方面打中班西方媒體陰謀論，賣港事件對事不對人，唔會針對成個李家。同時派定心丸俾全球都有業務嘅中資同港資跨國企業，只要唔涉及國家底線，商人賺錢冇問題。喺高層論壇期間，三星話事人李在鎔同高通 CEO 安蒙一齊拜訪雷軍，蘋果掌門人 Tim Cook 大讚 DeepSeek 夠勁。有網友翻起舊賬，當年小米嘅屏幕合同談判得罪三星高層，雷軍4次飛韓國食閉門羹。要擺和頭酒自罰5支紅酒先拆掂供應鏈問題，高通晶片一直加價先肯賣俾中國手機廠商。幾年過去，曾經嘅技術壟斷龍頭都要向中國企業學藝同取經。中國唔止擁有龐大嘅商業市場，仲係世界最先進技術嘅引領者。外資企業已經由投資者變成中國經濟邁向全球化嘅合作者。全球頂級企業家用實際行動證明，對中國越封閉，只會令到自己越落後。蛋撻 TV，我哋下次見。